母娘也生了。
没？喜欢吗？宝姑娘、贝姑娘的，有事无事跑来那小树上，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睡觉。谁呀？多睡着了，有事明天再来吧。二姨吩咐的，一概不许放人进来。满身头靠的丫头，老实说，住在这院子里，要是没有一套家道杀人、过把桥的本领，就休想暂时扎根。老天总有一天开眼，把你们这些人一个个赶出院去，在府城里。这里死不得了。告诉我有本事叫冯丫头办了来吃。老太太喜欢吃的，我都喜欢。李太太没有什么好的，请你吃。
太太休要客气，这是已经叫公丫头忙为了。哎呀，驸马休说了，老祖宗啊，只是一人玉水，要是不一人玉水啊，早就把我也吃了你。你听听他这张巧嘴。我来了这几年，留心的看起来呀，身边二嫂子怎样巧，总巧不过老太太啊。哎呀呀，我的啦，我是今老了，还求什么呢？哪想当年我像凤丫头一般年纪，那倒是万比他强呢。李太太，不是我当面奉承，现正反正，从我们家里4个女儿算起，有时好，有时巧啊。那都不是宝丫的哦。老太太说骗了，是这样的。这倒是真的啊！我时常在背听见老祖宗说起宝姑娘好你。老太太都预备好了呀。哦，老太太快请吧。李太太请啊。老太太请，这老太太最好。万不明，莫言成真，不归方。十不悔，莫追贤妹共争王。谁知园中林雨深。
人生如此，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成吗？妹妹买醉，我知道你不理我，看见我就避开。今天只要问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之后就了开手吧，你说吧。说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唉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想当初，妹妹从江南出来到，大约是终日相伴共欢笑。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听啊你挑，还怕那呀外婆是不就当我情是张张紧紧来着了，你啥烦恼我担忧，你啥开眼我心笑，我你同做千万同上谁，像一
妹妹承担你心也大，是今日你下在眼睛帮我瞧，三朝四夕不理我啊，是把肉三win落魄担烦恼。我与错你当也是蚂蚁呀好，为什么圆儿鼻子将我跑？你有情说也是谁也好，为什么悲人都是你常备好？你叫我报名不怕故里梦啊，我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个确实的归位，冤难告。可来，看这里上滚着你，你急这么深？我来问你，前天我到怡红院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？此话从哪里说起呀？哦，怪不得你不理我了。好，我才敢这样对待妹妹。叫我立刻就死好了，谁要你多这番事的呀？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。那天只有包姐姐来说过一回。定是丫头们管出来的好事。等我回去问出是谁，我定要教训教们啊。是要教训才好。对，得罪了我倒是小事。要是以为包姑娘来了，什么贝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了。还是这些话，哎，你到底还是欺我呢，你还是追我呢？这有什么要紧呢？哎呀，还记得一粒儿呢。你放心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连你的事啥天天不查，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要真的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平时白费良心，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过分了。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心，才弄了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才能宽慰一些，病就会好呢。好妹妹慢着，让我再讲一句话好不好？还有什么可以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个心从来也不敢说，今天大胆地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。
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，又不敢告诉人，只好挨着。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才会好呢。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。二爷，哦，二爷，姑娘真是为着你。妹妹夜里咳嗽好一点了没有？咳嗽倒好一些了。阿弥陀佛。奇怪，你这个不相信神道的人，怎么一年起不来了？你呀。子娟，外面风这么大，你还坐在风口里？看你身上衣服穿得那么单薄，妹妹已经病了，要是你再病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哦？啊，二爷，从此我们这棵实话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啊！那些文章人都有多为着你的，你总不留人，往我小时候一般因为这是我死的呢。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保护你设想，你看她进来原谅你，还恐原不起你。宝二爷，宝二爷，宝二爷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？宝二爷，你怎么生我气了？不，我不忍生气。死的死了，叫的叫了，走的走了，将来你们先生的都不理我了。呀，为保育谁是有情人，是真是假为难分。他与姑娘好一层，又得一层，不知道他究竟为的什么心。我自觉今日倒要死一
一里，看他是王东还是金。唉，死的死了，嫁的嫁了，走的走了。再过几天，林姑娘也该走了。你是什么？你是谁要回去了？你林妹妹呀，要回苏州自己家里去了。哎呀，你呀，你是什么慌来？红色牌要胡乱用，妹妹是书记员是赵福清，她离不开小乡观众先观众，真委屈姑苏城来求将门。你也太小看人了，你以为家父说他生啊的话，难道是别人所中的不靠旁？你裤子水流千里要归他海，因此总有他去瓦了。心灵的不能在家父试一试，听世事，林家名称来接姑娘。宝兄弟，志娟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你要去连我也带了去呀！宝女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只是和他说了句玩笑，说是林姑娘要回苏州自己家里去，而已。他是原来是这样的呀！老太太，林家妈妈他们都要来看宝儿哩。你叫林妈妈外面去说一回啊！哎呀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李家的人来接林妹妹了，来接林妹妹了！出去，出去！当出去！当出去！出去！宝女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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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林家的人。是啊，是呀，林妹妹，你是谁？不许他心里。对呀，你又不正杨树林的进来，不正地道林子，听见了吗？是啊，又不正地道林子，不许两心灵的进来，听见了没有？是。这船不是来接林妹妹的吗？哎呀，船在那边。雷神，雷神，快叫声姚子，快叫声姚子，姚子。宝女啊，现在总可以放心了吧？是啊，宝女啊。哎。子娟，林妹妹她从今一夜去不城。
那对牛不算平，不算好的。以前小尉子们各在一起，也不怕什么。自己，老太太，还是找新娘抱牛成了亲的好，说不定冲一冲水，便也就好了。我看也只有这样最好。我们娘儿两心还结结，算有只有真儿商量。老太太，老爷说挑选媳妇，请老太太做主人时，可是老爷有说，娶媳妇要识得结配，才能够相互成其光门楣。是啊，我曾经留心过对牛，可惜对牛这女举止行动多怪僻，不是宝茶新闻人，稳重端庄。更严老太太，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。林姑娘虽是羽毛悠哉，只恐怕多愁多病不为亲。宝丫头用几杯与佛相平，各对方十分宜。可不是啊，更有情书配宝牛，是一对天生的并联，能是宝牛富贵贱，宝丫头倒是很人心意的。宝牛杀去了他，说不定病也好了，神也就真到了。老太太说的是，既然你们都是宝丫头好，我的旨意也就定了。要是对牛在此也想包茶一盘，这份重视此事主人就好了。老太太，我们心里虽是好，但林姑娘也要叫她失了人家才好。倘是那女儿真与宝牛有些儿私心，倒怕生出什么事来呢？鸳鸯，你做什么？老太太，与我讲吧。是。老太太，虽说是金玉良缘天生受，只可他不得莲花这朵美，林姑娘石榴真情风雨，我为姑娘身大于。像我们这样的人家，孩子们杀成这种心思，叫华人知道，
脸上都没有什么光彩。对牛倒也罢了，我担心的是宝牛，是像上一位那样的闹起来。哎呀！这倒叫人难了。难倒是不难，我倒有个主意。方才听见的话，不准传出去。太香。是。买。要是走漏了风声，当心死了你们的罪。是。依我看，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？嗯。定业了，二两我是要报警，生一个领带到家敲机关，到时红盖头扎子新奶奶。负心人可用之卷着小牙关，对宝牛这是去的是林妹妹，把真情在前摸一番。只是能爱得过吗？老祖宗。人山生米主人说米饭，保管他小情长泪翻不了脸，鸳鸯枕上西木兰。邵大姐，你受了什么人的气了？林姑娘，你偏偏这个理，他们说话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说错一句话，他们也不敢打我。你说出什么话了？什么话？话不是为宝儿爷去宝姑娘的事情。你说什么？那就是为宝儿爷去宝姑娘的事情。风筝，
你再轻一点吧。姑娘，玉姑娘，心是非足长思深，这模样叫我自觉真不成。对呀，请你推开手，水面别人十言儿，镜子里只见你容颜色，枕头边只觉你泪湿透。姑娘啊，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啊？真经得东流到城，下流到前。姑娘啊，你要多保养莫爱愁，把天大的事儿放开手，保养你肉精神花模样，打开你眉上舒服终于。你好心好意无千次，你曾经劝过我多少次，这乃是一生平贵，已难辞，万般温用一样是，只落得路远山高家难归。地老天荒，生在世。姑娘你身子乃是宝珍，再莫是这样的娃儿同人心。世界上总有良药可治病，更何况腹中都是痛你的人。老祖宗当你当当真，众姐妹提起你的身，自觉你修的腹中身。
今只有你，才是我最知心。姑娘，等身体好了再快吧。
是他三生的神为我看顾东山就来才知道师徒离别神心师兄弟弟，师兄弟弟，宝玉他真的要去。宝玉他真的要去宝姑娘，现在今夜做亲，希望都是另外收拾的，上头吩咐王不叫我们知道。这些人怎么这样狠毒冷淡我？宝奴，我看他明早死了，你拿什么理来见我？林姑娘这样啦？方才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过，那边要用你试婚的。要我试婚？周妈妈，你先请吧。等神死了，我们是随时出来听儿试婚的。只是林姑娘，话也客气。姑娘，你这话对我说倒是是的，我可怎么去为兵上头呢？周妈妈，你只管去为兵上头好了。四爷，跟我走吧。怎么？你个都不去？上头是绕不过神的。哎呦，妈妈，去。
事，儿女在此没有亲人，我的孙子是关心的，你好歹要叫他们送我回去。林妹妹，今天是从古到今，天上神迹，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。按马龙小开，将西厢记说遍了字头，把家境的总算是东园告示西园里，今日异乡如此在。花灯，寒夜挑灯把迷城，从
什么呀？我们何必用这些石头呢？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做新郎中该懂文人，羞洒的新娘气白瘦，多生欢喜少自杀，财缘财分莫团聚，须懂得老祖宗都是为你好。我的儿，愿你俩相敬士兵到白头。我这个心都交接他了，还会对他不温柔吗？宝女儿啊，来，哦，这些话你可要记住哦，都是为你好啊。我知道。哎，林妹妹，身上是红盖头呀。大字你面是芙蓉，眉是泪，我扎不住你心底晨光黄发推。我在哪里呀？我在哪里呀？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什么做梦不做梦的？老祖宗在这里守着，老爷爷在外面守着你。齐三玉，你告诉我，放在手的那位美人儿是谁？新娶的二奶奶。真糊涂，新娶的二奶奶是谁？是宝姑娘。那么林姑娘呢？老爷子是娶的是宝姑娘啊。这就是宝姑娘。你娶的是宝姑娘，是宝姑娘。宝姑娘，老祖宗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样一回事？到底怎么样一回事？宝女儿，你娶的是宝姑娘，怎么这样子？娶的是宝姑娘。我方才明明有林妹妹认的亲，先会扶着她呢。怎么？你上次多比了？为什么？宝女，老太太，老祖宗不要紧，顺大脚们众位在敌。洗出了红的水，为什么梅园错把寒花醉？为什么恰叫金杯酒来
不是老祖宗骗我家族亲啊！包姐姐她关在我的心上谁呀？你们听，你们可以听到林妹妹的哭声。宝女啊，你忍一忍，听娘孩子。你老祖宗，我要死！老祖宗，我有句心里的话要说。宝女啊，你讲。我妹妹多于病，两副病院一条根，当今你把妹放在一天也好娘同病相怜心连心。我这夜灵色相见死了也苦张空分。宝女啊，老祖宗啊，我天下繁文复苏情，此际与妹妹空死谁？宝女，今日是你大喜之日，你就病得这个样子，你好叫我心痛啊！你呀，我知道，求你们也没用，我找林妹妹去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宝女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宝女，林妹妹她已经死了。
看我身不能临皮花尽，举儿死不能负义父千差关。林妹妹，想当初你是孤苦伶仃，到我家来，是因为南家哭泣孤零烟。泼妇讨心真心待呀，妹妹你心里早有你看不厌，妹妹呀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天，我为你是山里梦里长想念，好容易攀到同房花烛夜，总以为美满姻缘一线牵，想不到林妹妹并着包的家，恰原来你被逼死我被骗，实指望把对人家恩我，哎呀，才知晓今日你黄土笼中都是你。林妹妹啊，自从举子大观园，几年来你是心地纠结家不开，落花满地上青老，冷雨悄唱过春眠，你怕那生死杀风大后双亲，到如今他估算比你上去些，宝儿爷，委屈吧。子娟，妹妹临死时她讲点什么？只听他
妹妹，姑娘。人儿不是他。妹妹，我被谁骗了？被谁骗了呀？就在今天子大错，一根插在把众生火，天吹过雨，我心吹困难再不。